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咁樣嘅無奈體驗？你收咗工之後攰到成個人散晒，但依然咬緊牙關去健身房跑咗成個鐘。你跑得大汗淋漓，對腳酸軟，都行唔到路，以為自己今次付出咗咁多，實會瘦啦。點知返到屋企一磅針，竟然一喐都唔喐。你心諗唔緊要，減肥係持久戰。於是你堅持咗1個月，每日瘋狂做運動，甚至連平時最驚嘅高強度間歇訓練 HIIT 都做埋。結果1個月後，你滿懷期待咁踩上個磅，發現自己竟然只係輕咗嗰1-2磅。如果嗰日放縱少少，食多咗一啖飯，嗰2磅仲要即刻起死回生。呢個時候你實會好沮喪，甚至懷疑人生。點解會淡？唔係話管住嘴、邁開腿就一定瘦咩？點解我每日消耗咁多卡路里，個身體好似完全冇反應淡？係咪我嘅基因生得特別差，天生新陳代謝慢過人？之前同大家分享過控糖革命，好多讀者都同我講，控制好血糖之後，精神同體態都改善咗好多。不過控糖其實只係改善代謝嘅其中一塊拼圖。為咗幫大家徹底搞清楚身體代謝嘅底層邏輯，我準備咗一個代謝3部曲嘅專題。我會透過3本殿堂級嘅科學著作，帶大家一步步深入探明3個最核心嘅真相。第一就係今日會講嘅點解運動減唔到肥；第二係超加工食品點樣綁架我哋嘅大腦；而第3就係腸道發炎如何默默摧毀我哋嘅健康。今日我哋就由第1部曲開始，拆解一本近年顛覆咗整個醫學界、營養學界，甚至連運動科學界都為之震驚嘅神作。呢本書叫《燃：最新研究》，揭開身體究竟如何燃燒卡路里、減肥、保持健康。呢本書嘅作者赫曼康龐澤 （Herman Pontzer） 博士係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嘅演化人類學副教授。佢用咗幾十年時間，親自深入非洲原始部落，用咗目前世界上最精準嘅科學儀器去測量人類身體究竟點樣消耗能量。而佢得出嘅研究結論，簡直係一巴掌打醒咗所有減肥人士。佢話：運動根本冇辦法幫你減肥，你每日瘋狂做運動所燃燒嘅卡路里，其實同你整日躺平、攤喺梳化度係一模一樣嘅。聽落係咪覺得完全不可思議，甚至覺得呢個教授喺度胡言亂語？唔好急，今日我會用最系統、最容易明嘅方式，同你一步步拆解呢本書入面最震撼嘅科學發現。聽完之後，你唔單止會明白點解自己以前減肥會失敗，仲會學識點樣用最符合人類演化機制嘅方法，輕鬆健康，唔使折磨自己啖瘦落去。要講呢個故事，我哋要跟隨龐澤博士去到坦桑尼亞嘅荒野，尋找一個叫哈扎族黑爪嘅原始部落。哈扎族係世界上僅存嘅幾個狩獵採集部落之一。佢哋無農田、無超市、無手機，更加無辦公室。佢哋每日嘅生活就係最純粹嘅體力勞動。男人每日要拎住弓箭喺烈日之下行10幾20公里去打獵，爬上幾十米高嘅樹去採蜜。女人就要彎低條腰，用木棍喺硬邦邦嘅泥土入面掘幾粒鐘樹薯，仲要孭住幾10磅重嘅水同木柴行返部落。可以話哈扎人每日嘅運動量係我哋呢啲現代辦公室久坐族嘅好幾倍，甚至比好多專業運動員仲要多。按照我哋普通人嘅常識或者教科書寫嘅理論，哈扎人每日做咁多體力勞動，佢哋每日燃燒嘅卡路里一定比我哋呢啲日日坐喺冷氣房撳電腦嘅現代人多好多，對不對？龐澤博士當初都係咁諗，佢帶埋最先進嘅商標水法 Doubly Labeled Water 探測設備去到非洲。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下，商標水法係目前醫學界公認測量能量消耗嘅金標準。佢唔係好似你隻智能手錶淡，單靠心率同體重去估下，而係要受試者飲一種含有特殊安全同位素嘅水，然後通過收集佢哋嘅尿液，正確計出佢哋身體細胞每日排出幾多二氧化碳，從而100%準確地還原佢哋每日實際燃燒咗幾多卡路里。
呢個實驗成本極高，但結果亦都極之震撼。龐澤博士收集晒所有數據，返到實驗室一對比，結果令到佢同整個科學界都傻咗眼。一個體重同大小相若嘅哈扎族男人，雖然每日行幾萬步、打獵爬樹，但佢每日實際消耗嘅總卡路里，竟然同一個每日坐喺寫字樓、放工返屋企、攤喺梳化睇電視嘅現代都市人係一模一樣嘅。你冇聽錯，係一模一樣。無論哈扎人每日點樣奔跑勞動，佢哋每日燃燒嘅能量大約都係2500至2600卡路里，同西方久坐不動嘅現代人冇任何顯著分別。呢個發現直接粉碎咗傳統減肥界嘅核心基石。點解會淡？點解做咁多運動，消耗嘅卡路里竟然冇增加？為了解釋呢個反直覺嘅現象，龐澤博士喺《燃》呢本書入面提出咗一個革命性嘅理論——受限能量消耗模型 （Constrained Total Energy Expenditure Model）。喺傳統嘅觀念入面，我哋以為身體嘅能量消耗係累加嘅，即係話你唔喐嘅時候，身體維持生命、心跳、呼吸、排毒需要1500卡路里基礎代謝。如果你今日去跑步，跑咗500卡路里，但你今日嘅總消耗就會變成1500加500等於2000卡路里。你想消耗多啲，只要做多啲運動就得。但龐澤博士指出，人類嘅身體根本唔係啖運作，我哋嘅身體喺漫長嘅百萬年演化過程之中，經歷過無數次嘅饑荒。喺大自然入面，能量、食物係極之稀缺㗎。如果人類嘅身體真係做多啲運動，就燃燒多啲能量。但喺遠古時代，一個原始人如果今日打獵行多咗幾公里，佢就要食多幾倍嘅食物。一旦啱唔到嘢食，佢就會即刻餓死。所以為咗生存，人類演化出了一套極之精妙嘅節能機制。你嘅身體每日其實有一個非常嚴格、近乎固定嘅能量預算上限。當你今日冇做運動，身體會將呢個預算分派俾體內各個系統，例如60%俾基礎代謝，20%俾免疫系統去發炎或者抗炎，10%俾生殖系統，10%俾壓力反應。但如果你今日突然去跑咗10公里，消耗咗500卡路里，你以為你嘅總消耗會增加？錯啦，你嘅身體會即刻啟動預算削減計劃。為咗維持每日總能量預算唔超支，身體會默默地喺其他地方偷走呢500卡路里。例如，佢會降低你嘅免疫系統活性，減少一啲不必要嘅慢性發炎。佢會降低你嘅生殖荷爾蒙分泌，佢會放慢細胞修復嘅速度，甚至佢會喺你唔為意嘅時候減少你嘅無意識活動。例如，你會少咗眨眼，少咗抖腳。坐姿會變得更加放鬆，甚至連你講嘢嘅手勢都會變少。總而言之，你喺運動度用多咗嘅能量，身體會喺其他你睇唔見嘅地方扣返出嚟，最終你一日嘅總消耗依然會被鎖死喺嗰個固定嘅上限。呢個就係點解你運動得越辛苦，身體反而會變得越慳電。你以為自己跑緊步減肥，其實你嘅身體只係喺度玩緊一場左手交右手嘅能量數字遊戲。聽到呢度，好多朋友可能會好沮喪，甚至想即刻將對跑鞋扔入垃圾桶。既然運動唔能夠增加卡路里消耗，但我仲辛苦做運動嚟做咩？我不如日日躺平算啦，千祈唔好。龐澤博士喺書入面用咗好大篇幅去強調，雖然運動對減肥冇用，但運動對健康嚟講係世界上最便宜、最有效嘅神藥。而最神奇嘅係，運動之所以能令你健康，恰恰就係因為剛才提到嘅能量受限機制。大家諗下，現代人最常見嘅慢性病係咩？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同埋各種自體免疫疾病。而呢啲疾病嘅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嘅元兇——慢性發炎。喺現代社會，因為我哋食得太飽、壓力太大，又唔使勞動，我哋嘅身體儲存咗太多多餘嘅能量。當身體無處可用嘅時候，免疫系統就會過度活躍，喺體內發動無休止嘅無菌發炎，不斷攻擊自己嘅血管、器官同細胞。但當你開始規律運動嘅時候，奇蹟就發生啦！
因為你運動消耗咗大量能量，你嘅身體被迫要削減乳酸。身體會諗：喂，依家肌肉要用能量去跑步啊，我哋唔可以再嘥能量去搞那些無謂嘅慢性發炎啦。於是身體會主動調低免疫系統嘅過度反應，令到體內嘅慢性發炎指標大幅下降。同理，身體亦都會調低壓力荷爾蒙，如皮質醇嘅分泌，因為維持高水平嘅壓力反應同樣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當壓力荷爾蒙下降，你嘅血管會放鬆，血壓會降落嚟，心情亦都會變得更好。所以運動嘅本質唔係幫你消脂，而係幫你重新分配體內嘅能量。佢將原本用嚟自我毀滅、慢性發炎、過度壓力反應嘅多餘能量，強制轉移去到肌肉運動同心肺功能上面。這就是為什麼運動可以預防癌症，可以降血壓，可以改善糖尿病，可以抗抑鬱。運動唔會令你變瘦，但佢會令你活得更久、更健康。既然運動減唔到肥，但我哋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真正瘦落去？答案其實好簡單，簡單到你可能會覺得係廢話，但呢個係唯一嘅科學真理。控制飲食，龐澤博士喺書入面寫得好清楚，你嘅體重100%取決於你吞入肚入面嘅食物。減肥係一場純粹關於輸入嘅戰爭，而唔係輸出嘅戰爭。既然身體嘅能量消耗上限係固定嘅，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變量就係食入去嘅能量。但係點解控制飲食咁難？點解我哋明知要少食，但每次見到嘢食都控制唔到自己？呢個同樣要從演化學去解釋。喺原始社會，哈扎人每日食嘅係高纖維嘅樹薯、野生動物嘅瘦肉同埋冇經過任何加工嘅野物。呢啲食物有一個特點，極之難消化，而且纖維極高。你食呢啲食物，身體需要花費好大氣力去咀嚼、消化，而且佢哋會好快填滿你個胃，刺激你嘅大腦釋放飽腹感信號。所以原始人係絕對唔會食過量㗎，因為佢哋嘅身體機制會好精準地話俾佢哋聽，夠啦，唔好再食。但現代人食緊啲咩？超加工食品、薯片、即食麵、珍珠奶茶、蛋糕、漢堡包，呢啲食物係由食品科學家喺實驗室入面精準計算過糖、鹽、脂肪嘅比例調配出嚟㗎。佢哋有一個共同點，避開咗人類所有嘅飽腹感機制。呢啲食物幾乎冇纖維，極容易吞嚥同吸收。當你食一包薯片嘅時候，你嘅大腦甚至未收到胃部已經有嘢食嘅信號，你已經將500卡路里吞咗落肚。更加恐怖嘅係，呢啲高糖高脂嘅組合會瘋狂刺激你大腦嘅多巴胺系統，令你產生一種好似吸毒一樣嘅快感，誘導你不斷食落去。所以現代人肥胖嘅根本原因唔係因為我哋運動得少。龐澤博士嘅研究證實，現代人嘅每日運動量雖然比原始人少，但因為受限能量消耗無形，我哋每日燒嘅卡路里其實同原始人差唔多。我們之所以肥，純粹係因為現代嘅超加工食品徹底癱瘓咗我哋大腦嘅熱量計數器，令到我哋食入去嘅熱量遠遠超出啦身體每日嘅預算上限。關於超加工食品點樣一步步綁架我哋嘅大腦，以及腸道發炎點樣破壞我哋嘅代謝系統，我會喺呢個代謝三部曲嘅第2同第3部分，同大家用整整2集嘅篇幅詳細拆解。而今日透過《燃》呢本書，我哋首先要建立一個全新嘅認知。呢本書帶俾我哋嘅唔係絕望，而係一種解脫。佢幫我哋解開咗長期以來扣喺自己頭上嘅罪惡感枷鎖。以前你減唔到肥，你會責怪自己，係咪我太懶？係咪我今日冇去跑步，所以我先至會肥？依家你明白啦，這根本唔係你嘅錯，亦都唔係因為你運動得唔夠，這只是你嘅身體在用100萬年演化出來嘅智慧，默默地保護緊你，免於餓死。所以從今日開始，請停止用運動去懲罰自己，唔好再因為尋晚食多咗一塊薄餅，今日就去跑步機上面瘋狂節約。這種消耗卡路里嘅心態，只會令你對運動產生厭惡，而且對減肥毫無幫助。相反，你應該將運動同飲食分開看待。
第一，飲食係為咗你嘅體重同身材，想要瘦就請回歸原形食物，多食蔬菜、優質蛋白質，減少超加工食品，用最自然嘅食物去修復你大腦被現代食品工業破壞咗嘅飽腹感機制。第二，運動係為咗你嘅生命同靈魂。去跑步、去游水、去踩單車、去重訓，唔係為咗消脂，而係為咗話俾你嘅身體聽，我依家好安全，我需要強壯嘅肌肉同心肺。請你將體內那些用嚟搞慢性發炎、搞壓力反應嘅多餘能量，全部調過嚟啦。當你將呢兩件事分開，你嘅減肥之路會變得無比輕鬆。你唔使再一邊跑一邊計住燒咗幾多卡路里，你只需要享受汗水帶俾你嘅多巴胺，享受身體一天天變得更輕盈、更健康嘅喜悅。記住，你嘅身體唔係一部簡單嘅熱量加減數計數機，佢是一個充滿智慧、懂得自我調節嘅生命系統。順應佢嘅演化規律，你先至可以真正奪回健康嘅主導權。下一集我哋將會進入代謝三部曲嘅第二步，深入探討超加工食品背後嘅科學陰謀，睇下食品工業點樣利用神經科學，一步步將我哋變成無法自拔嘅食慾奴隸。如果覺得今日呢條片對你有啟發，記得幫手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那個日日做運動但都減唔到肥嘅朋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